中原拜拜猪肉需求增加，不过最近天气热，佮加上顶个月凯美风台影响，这猪肉价销嘛起甲真悬。云林县肉品市场就表示，恐惊就要等到中秋过，这价销才会较稳定。一早猪肉摊商无因分装猪肉，佮过2、3天就是中元节，真侪民众拢会买猪肉拜拜需求。有云林的猪肉摊就讲，近期的买气增加3成，但因为猪肉价销较悬，民众拢是少量的买。买气有大幅增加。有啦，有开款，但是即摆算讲，有主菜拢较贵哦，人咧买着拢较迄款的，较欠啦。算加价买悬的。对，啊因爱拜拜啊。有啦，拢加减拢爱买啦，真贵就影啦。猪肉价销悬，受影响的佫有小食摊，像是控肉饭的店家，目前这个蛋暂时去收成本，惊起客人客不爱上门。成本就是多2万。那你们有打算要涨价？目前是没有，因为你如果涨价的话，就是客人就是比较不会买。云林肉品市场表示，近期中元节猪肉需求大，澳门每日平均交易2300只猪，如果16号会达到最高峰2800只左右，但拍卖价是维持原价，每公斤大约到16块左右。遇到凯米台风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的一些货都被抢光了，大家都没有货，所以会飙。上个礼拜已经飙到最高峰了，将近98、99块。云林肉品市场就讲，顶个月底，凯米风台造成中南部一寡市场饮水，直接影响到出猪量。现在若要等到猪价回稳，可能要等到中秋节过后，天气转凉，猪价成长紧，猪王补助后，才有降价空间。记者云林报道。